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7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08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在6月24号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之后呢，国际社会是高度关注，不但海外发起了万人签名联署呼吁北京政府释放刘晓波，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以及德国的外长也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这样的一个行动。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到公民力量的组织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来和大家谈一谈海外营救刘晓波的努力以及08宪章的理念。此外呢，由于新疆的乌鲁木齐今天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我们也将在节目中请杨建立博士为大家分析从去年西藏拉萨的3月事件以来，类似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事件为何层出不穷，北京当局的处理方式有何不当，以及如何在推进中国宪政民主化的过程中同时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政治权利。杨建立博士，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谢谢东宁。由于是现场讨论，各位听众观众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到节目中来。不论您是对于新疆乌鲁木齐的骚乱事件有任何的看法，或是关心刘晓波被捕，想进一步了解他的08宪章的理念，都非常欢迎您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并与杨建立博士来进行交流。下面就是您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在这里也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讨论了。杨建立博士，欢迎再次来到时事大家谈。谢谢。当然，今天最及时的就是我们看到最新发生的星期天新疆乌鲁木齐这个骚乱事件哦。中国官方这次是很特别的，就是马上就公布了这个死亡的数字。根据官方媒体中新社的报道，是大约有140人死亡。不过这只是初步估计，可能人数还会继续的往上增加哦。受伤的有800多人，还有很多人被逮捕。看到这个事件，其实我们很难不去联想到去年在西藏拉萨的3月事件。就您的分析，为什么最近这一连串好像汉族跟少数族裔冲突的事件在中国是层出不穷呢？对，这个实际上这个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啊，的根源来自于长期的这个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民族问题的政策。我们知道去年3月份以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去年3月份的一个问题，它可以说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今天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事情，同样是它不是今天发生的问题，它是几十年累积起来的一种情绪和不满所造成。比如说这次事件是因为广东韶关的一个工厂，汉族和维族之间因为一个这个女生被性骚扰或者强奸等等这样的议题引起来的。但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不知道。就像去年3月份一样，出现了这个事件以后，中国政府马上驱逐这个所有的西方记者国外记者，你不能够有任何的这个非官方报道。那现在发生在乌鲁木齐，同样是个问题。现在我不想第一回答你，我不想把它扯得很远，就是说它因为什么民族矛盾造成，怎么解决这问题，或者中国的政策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现在至少是在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就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140人，谁能够这个确定它？那个800多人受伤，没法确定。所以对于这些事件的正确的解决，我觉得必须有正确的信息。有正确的信息，就必须让非官方控制的记者进行报道，这样才能可以。经常也谈到这个讯息正确非常的重要。不过我们看到事件发生之后，事实上北京当局是立刻就封锁了在当地的网络，可以说是也让我们很难不去联想到最近伊朗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像马上也是用网络和新闻去控制管制当地的讯息的流通哦。不过民众好像还是很尽量的能够用网络把他们能够搜集到的图片或照片散发到网络上面。你怎么看这之间有点类似的地方呢？对，这个是一样的。实际上任何的专制统治者一旦发生了这个群体性事件以后，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封锁消息。因为他处理的方式，他会按照
专制政府惯有的用武力做最后保障的那种方式去处理这种纷争抗议，所以这种东西他是不愿意让人看到的。也就是说，从他心目中他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好，他不能够进行和平的谈判或者这个对话，这是这个专制政府很难做到的。所以呢，他知道做的不好，所以呢，他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就封锁所有的消息。伊朗也是。伊朗这个封锁所有的消息，像Twitter 啊什么东西，他就尽量的要封锁。但是现在是网络世界，就是你封锁很难完全封锁住，所以你总是有一些信息要露出来。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批评他也好，你觉得他做的对也好，首先他自己站的位置就错了，就是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当你不想让一个政府首先要责任让这个民众知道真相，而你又不履行这种责任，又在掩盖的时候，大家就难免要怀疑你在背后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杨建基博士，我们再来进一步看这个北京在处理这类似事件一个处理的模式哦。我们看到第一个还是先马上中国官方就说这个境外在煽动这起事件，像是去年3月事件一样，还是马上就推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而这次马上就说这个罪魁祸首是海外的维吾尔代表大会的热比亚。你怎么看北京官方的这种处理？这是一贯的，这个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当然有些群体性事件不发生在北京，不发生在乌鲁木齐这样非常敏感的地方，大家就不知道了。只要发生在这个地方，产生国际性的影响的话，中国政府他一贯的说法就是有组织、有预谋，还有国外插手的，然后摆脱一切的责任。这个我觉得政府，我现在不管他的政策，我现在不去考虑他。就是现在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维吾尔族人身上，这个事件这样的事件实际上在汉人身上也经常发生，但没有一次他能够诚实的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总是说境外有操纵。但是从我从事民主运动20几年的经验来讲，如果老百姓没有不满，谁煽动都煽动不起来。谁煽动煽动不起来。而且老百姓的抗议活动一开始首先都是和平的，谁都不愿牺牲生命，谁都不愿第一下子就走向暴力。说最后从我20多年的经验，我就认为就是说中国政府可能在这里边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再看今年这个当然我们一开始进入2009年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年有很多个敏感的时间点哦。从去年8月份奥运之后，好像整个你有没有看到北京政府在收紧整个言论自由，包括了刘晓波先生遭到正式逮捕，以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他以这么大一个规模去镇压，如果按照媒体报道是属实的话，是以暴力的镇压方式来处理这一次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骚乱事件。您看到今年北京政府好像对于这些也包括在西藏的一些高压的戒严，他的一些心理上的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今年真的有很多一个敏感的时间点，让他不得不采取比较高压的一种手段的做法？没错，实际上呢，他这个一些纪念日还是只是表面的东西，包括6四20周年，这个西藏事件，这个40周年，中国建政60周年，法轮功10周年，等等很多的事件都堆在今年了。实际上这些还都是表面的，任何国家都有很多纪念日。对吧？任何国家都有很多纪念日，有时可能都有大大小小的堆在一年里。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么紧张？这个是深层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造成的。大家只不过是想找一个借口，因为所有的抗议的人都很难发出一个统一的信号，就是说，哎呀，大家起来抗议了。但是这个纪念日实际上就是扮演了一个发信号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纪念日我总是要做点事情啦，大家可以集体一起做事情，这样才引起中国政府的紧张。他紧张呢，他采取了各种方式，对于知名一点的异议人士，除了刘晓波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用几个警察甚至10几个警察的看着，不让你有任何的自由行动。这个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而且这些人呢，正在这个通过法律的手段正在告北京还有各地的这个警察部门，对他们进行这个自由的控制。那么对于这个不知名的或者这种静坐或什么，他就直接用武力的办法进行解决。所以他不是纪念日带来的紧张，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你看像这样的事件，像去年这个314的事件发生了以后，实际上你这个任何抗议，像我刚才讲的，我20年的经验，我和抗议活动太有关系了，我们经常联系什么。但是
第一，你没有不满，他不可能上街；有了不满上街，他首先是和平的。政府应该好给他这个对话，一旦对话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因为他这个心理已经到了一种极限，就是说，专制政府累积起来的矛盾太多了，他没有信心，说只有说我一压再压，一压再压，等明年出现的问题就更加难解决，3年以后发生的问题就更加难以解决。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政府没有信心进行政治进步，而又累积了60年来累积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的问题、民族问题，累积在这儿，所以他只有一句话：别折腾了，别折腾了。好的，我们在开放听众观众和杨建立博士直接交流之前呢，我很快再连到我们今天原本要谈的主题是刘晓波先生遭到逮捕的事情。他是在6月24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是正式遭到逮捕了。在这之后，我知道海外尤其是民运人士也好，很多其他组织、公民团体也好，都发起了一些联署呼吁营救的一些行动。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些行动进行的如何，还有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一些对北京政府施压的一些措施，好吗？对。这个刘晓波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风向标，他怎么处理他的事件是大家一直在观察的。他从去年12月8号被政府这个就是说这个控制自由以后，已经是6个多月，大家都觉着是不是应该放了？那我们也听到一些消息说啊，可能啊7、8月份会放啊，因为这个敏感的期就过了。但是呢，6月24号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可能会有这种结果，但是大家总是抱着一种期望，就觉得不会走得那么严重，但是还是被正式逮捕，而且这个罪名啊非常莫名其妙，而是用这个造谣、诬陷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都是非常这种起诉书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就是说，而他这个检方呢，就检察院方就对他进行起诉的这一方呢，所提供的证据就是他这几年来写的发表的文章，那么这完全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而中国的宪法的35条、36条对各种自由做了规定，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权利法案，但是根本就他不会按照宪法做，所以呢，在海外就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刚才我们讲，它是个有政策有风向标的意义，所以国际社会的反应，你刚才也提到了，像美国国会的议长佩洛西女士做了反应，德国的外长也都做了反应，在不同层次上、不同这个国家都做了反应。当然，这个国际的人权团体的反应更加强烈。那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异议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应也非常强烈。比如说国内的签署者就说我们一起和刘晓波承担所有的责任，这个历史的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承担。在海外呢，我们就联署呢，当然我觉着有意义，但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应该推动08宪章。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在起诉书上中国政府没有提08宪章的事情，但是刘晓波的逮捕的直接原因是08宪章，所以呢，我们签署08宪章是对刘晓波的最主要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在争取为刘晓波这个争取诺贝尔这个和平奖的提名。目前这个方面的行动进行的现在是这样，现在我想应该是争取明年的，看中国政府怎么判。然后明年我们有相当的时间，这段时间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希望非常非常大。我觉得从这2方面推动的话，是对中国的整体的政治形势的改变会有推动作用，对刘晓波本人也会对他这个获得自由也会有帮助。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府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一同关注新疆乌鲁木齐在星期天爆发的骚乱事件，以及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正式逮捕之后，各界的反应和营救行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组织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梁建立博士提问题，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下面就是您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再拨866-837-5161。接电话之前呢，也再次提醒您，除了透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您现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的即时报道和影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好的，首先我想接近上海张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张先生你好。您好，请讲。杨建立博士您好。你好。我也是08宪章的读者，我非常气愤，中国政府逮捕了刘晓波。这个08宪章应该是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争夺江山时的要求，也是他的宪法中的承诺。08宪章不过是一个普法的文件而已。那么现在这么做，就是显示了对真理、对真相的恐惧，还有对这个国际社会这个所布的流氓姿态。那么就是发生在新疆跟西藏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刘晓波没有自由，那么整个中国的同胞都没有自由。好的，非常谢谢上海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电视观众孔先生。孔先生你好。你好，大家好。好，刘晓波是维族吗？反右的右派们是哪个族？6·4死的学生百姓们是什么族？这是贪官污吏和平民的冲突，咱们成了汉族和维族的冲突。刘晓波被正式逮捕了，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我听到这一消息，我首先想起了刘少奇，我们共和国的刘少奇主席死在开封监狱，据说死前还手持宪法，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知道谁适用什么法律判处了他什么刑期，当然更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行。这无疑是共和国的悲哀，是共和国的耻辱。好的，谢谢山东的谢谢孔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你好。你好，我是名下岗失业人，至今下岗是14年了，我受了这种25年的挫折。早在87年上就有美国人说把我看成第5个师，88年上就曾有专信娘人老为我说好话。那时候专信娘人老还这么说新加坡某人怎么样，意大利某人怎么样，我们是圣母样，我们是女样怎么样，毛泽东上了那个命怎么样。90年、91年时，我在看到毛泽东展示的这边以后，我说历史是循环的，存着对人前段时间不如此，前之人这时奔这一世。94年时，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想建立这次帝国。他曾经在沈阳贴过一张小字报，我说我有一个梦想，像进行志同道合的人。后来我曾经在上海碰到美国朋友和邓小平了。96年时，我曾经想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结果还被邓小平给搅黄了。结果呢？请张先生，你有什么比较具体的问题要向梁建立博士提出吗？除了刚才您所说，请讲。我还曾经见过胡锦涛，昆坛上台就见过胡锦涛。我当时正为中国腐败问题恼火。好的，腐败问题。胡锦涛面骂胡锦涛了。好的，而且谢谢。我想跟杨建立博士交朋友，请问你们有没有杨建立博士电话号码？我跟天津的张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得打断您，因为线上还有很多听众观众，请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啊。下一位是陕西的袁先生，陕西的袁先生你好，请讲。杨建立博士，樊东明小姐你们好。你好。我想说，中国政府老是一出什么事情就指责西藏还指责拉喇嘛，那新疆还指责热比亚。那我不知道这每找一个所谓的这人来顶替中国政府这些滥杀无辜的行为。那我看又是恐怕又是像西藏市，他首先是民众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反抗的。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热比亚女士对这个中国政府的指责，现在有什么回应？在海外，好，谢谢吧。这个问题。好的，谢谢陕西的袁先生，我也希望很快的能够访问到热比亚女士，让她有第一手正面的一个回应啊。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最新消息。那线上的听众观众请耐心等待，因为今天的打电话进来的人还蛮多的。不过想就先第一轮的听众观众，想先请梁建立博士简单的回应一下。好，那个
这几位先生都提了很好的问题。这个上海的张先生啊，他的这个评价我还是非常的同意的，就是说，实际上08宪章提的内容，它没有什么从宪政的意义上讲，从这个所有的这些观念上讲，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创新的东西，都是一些世界史，这个各国人民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在中国夺取政权，向国民党喊的一些口号，的内容，是今天到了今天地步呢，而在宪法在自己的宪法里也有把刘晓波这样起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够，这未来再看这段历史的话，你会这个觉着这真是一个历史的一种很滑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用这个角度看的话，当然对于刘晓波本人是相当残酷的，他已经是第4次入狱了。就是这个89年以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在起诉刘晓波的起诉书里边根本没有提08宪章，原因是什么？就是说08宪章的内容，共产党是非常不愿意让他连这4个字都不让别人听到。梁建林，我想请问你，为什么这08宪章让北京这么的如临大敌，连提都不敢提？对，这08宪章的意义在于说89年以后一个巨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在于说有7、8千人在国内用真实的姓名。这个签了08宪章，这说明这真实的姓名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就认为这个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合法的，而且我要为了这个新的这个一个政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我要发出我的声音。这个对，而且这个老百姓会围绕着08宪章慢慢的组织起来，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而且这个观念的传播是非常快，在中国，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做到。什么08宪章，就像64这些字，他都不让大家知道，这就说明这个政府本身是相当虚弱的。一方面，他拥有强大的军队、暴力的这个手段来控制社会，显得非常的强大；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统治方面的合法性上来讲，他们的心理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请德国的易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德国的易先生，你好。请讲。听得见吗？听得见，请说。主持人好，杨金丽博士好。我想说呀，我经常阅读刘晓波的文章。刘晓波呢，他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意义作家。08宪章啊，凡是看过的人都会感到内容非常好，很平和。19项建议也很具体。是。但是呢，就像我曾经在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中谈到的那样。和中共协商实现08宪章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国人呢，面对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共产专制政权，最无耻下流的意识形态，和经过60年不断强化的暴政机器。我想呢，08宪章对中共来说呢，就是对牛弹琴。中共呢，他不懂08宪章的语言，像08宪章这么温和的一个主张。这种建议，中共都不能接受。把刘晓波抓起来，中共抓捕刘晓波呢，也证明了我的看法，说明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政权，用08宪章的渠道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不可能。好的，德国的易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北京的朱先生，北京的朱先生，你好。就先谈一下那个新疆的事情，就是。就刚才的山东孔先生说什么汉族和这些不是族群的区别，只是说是因为个别事件，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那个广东那个韶关的话，他们也是有几千人，就是打几百个新疆人，基本上是追杀式的这种群起而攻的。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是有相互势力相当的对抗，但是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打砸杀这样子，打砸抢这种啊。但是如果新疆或者西藏的话，只要军队一到以后会开枪镇压的，但没有看到军队在韶关好像从10点11点到第二天2、3点一直都没有采取，基本上没有采取大动作，所以可以看出来这期间的这个差别。再一个就是美国之音，我希望他们不要用那个少数民族这些词，因为这个是在大陆来看的话，他们有这种比较大汉族主义的一种官方的语言。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个自称的称呼嘛，用那个称呼的话比较好。用
这个人口的统计的多少来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如果以土地的话，还是新疆的这个还是很大的土地。好的，谢谢北京朱先生发表您的观点，还有您的建议啊。下一位是江西的卢先生，卢先生你好，请讲。你好，您好，你好，范女士你好。我想说的就是，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国际人权组织？这个新疆维吾尔族，我们的同胞，我们同胞，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受了伤，他们为什么国际人权组织他就不叫？难道这些受伤者就没有人权吗？为什么偏偏是被中国政府合法关押的那些人，国际人权组织总在这里叫嚣，就说什么这个中国没人权，这中国完全是按照法律行事办事的。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权组织，这个人权组织维护的是谁的利益？我再想请问一下这位博士。请说。请问一下，您这个人权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吗？请问一下，做出这种颠覆政权的事情来，难道还有资格来享有人权吗？还有资格来享有自由吗？你可以举个例子，在哪个国家颠覆政权的行动，这个政权还会给他这个人权呢？好，谢谢。好的，谢谢江西的卢先生，杨建立博士回应一下好吗？有很多问题，我想一个个的讲。刚才孔先生的哈，那个山东孔先生的，还有后来有一个讲这个是不是汉藏矛盾的哈，就是我这个统一回答一下子，就是这里边呢有中国整体的人权问题，比如说不管是汉族，刘晓波是汉族，这个在广场死了很多学生和市民都汉族，那么他这个人权状况是整体的。但是这里边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承认存在着这个民族矛盾问题。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呢，有其民族之间根本的这个排他性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所造成。所以呢，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我和这个热比亚经常有这方面有一些交流，而且现在热比亚的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有这么个认识。他说，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不但欺骗了汉族，也欺骗了维族，让大家还没见面的时候就痛恨上了。说首先我们要把这种痛恨、这个仇恨去掉它，要了解对方。所以我们在这方一直在努力，我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概15年的工作，就是让各民族之间互相的对话能够了解。我觉得这里边有民族矛盾，这是不可忽视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一位袁先生吧，还是什么先生我忘了，不是啊，不是啊，是德国的，讲这个温和和中共对话的问题哈，用08宪章，我是这样看，因为中国很多人比喻说就像是被一个劫机犯劫机的一个飞机，这个劫机犯是谁呢？是共产党。所以08宪章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他在想创造一种和所有的人都能对话的一种语言，对啊。首先是让公民能够接受这种语言，然后公民形成力量以后，总有一天要和中国政府对话，不管他是多么大的流氓，多么坏的。最后，因为如果我们被一个劫机犯都劫持着，如果我们要逼迫他对话呢，还是逼迫最后这个大家这个击坠人亡，就是这样。到底是哪一种状况好？就是说，当我们逼迫的这个劫机犯最后说我们可以谈判的时候，难道我们拒绝谈判吗？不能谈判吗？不能。我觉得我们随时要准备着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当然，现在他不会跟你对话，他最终是用武力去镇压。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种语言体系，让公民接受。用公民的力量，最后和政府进行对话。我觉得08宪章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好的，在接听下一轮的听众之前呢，我想稍微读一段这个08宪章的这个前言啊，让这些还没有听过或实际看过08宪章这实际内容的听众观众能够稍微了解一下08宪章这个意义啊。他说今年，不过他之前指的应该是08年了。对，2008年是中国立宪100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和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当然，刚才易先生也特别提到有6个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跟宪政，还有19个具体的基本主张，我这边就不赘述了。整体来看，这个内容
德国的易先生觉得是平和的，但是对于北京政府来讲，可能还是觉得是如临大敌，连提都不敢提的。那我想特别抓出他基本主张其中的一个联邦共和的部分，想要请教杨建立博士，因为这其实也跟在新疆维吾尔乌鲁木齐发生这个事件有关。我这边就不谈少数民族，谈汉族跟不管藏族也好，各民族之好，这个联邦共和在刘晓波的08宪章当中，是不是能够为未来的一个这之间的冲突寻找出一个解决之道呢？是，我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再谈一个。有一位听众先生讲，他说人权是不是每个人应该享受的，对不对？对于颠覆政权的人，是不是要给他人权？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基本矛盾。基本的这个思路没有理清楚。第一，人权是应该每个人都享受的，但不能因为现在我还没有享受，就认为有些人不应该享受。任何一个人在某种状况下都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不能够剥夺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这个。那么这位先生，我要是面对他，我就问你不要人权吗？你不需要人尊重吗？如果你说你不要的话，那我就觉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你要的话，为什么你假定别人可以不要？是吧？这第一。第二就是。对于一个专制的政权，从我们历代的论述、哲学家的论述和一些这个自由这个人士的论述来讲，就是说大家有推翻他的权利，甚至有武力推翻的权利。当然，现在我是一个非常反对用任何暴力性、任何暴力的行为进行政治运作的人。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坚持的这个信仰者，所以老百姓都有这样的权利。更何况中国政府打压了多少人？难道刘晓波是颠覆政权吗？他只不过是一言论，那然后他的人权就应该剥夺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现在我回过头来讲那个联邦共和。联邦共和呢是最早是在1994年，海外的一批学者，当时是在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主持下，那个领头的学者是严家祺老师，当时我是基金会的主席来组织这样的活动。后来我们出了一个中华联邦宪法草案，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包括藏族的、维族的、蒙古族的，还有新疆、台湾、香港、澳门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讨论。当然后来这个各种说法也很多，但达赖喇嘛在一次我和他见面的过程中，他看了那个宪法，他说这个宪法是可以接受的。那为什么这个宪法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很多人还持很多的异议，包括一些维族的朋友还觉着有些异议哈。那他是用分级联邦的方式解决未来中国这块这个麻烦。就是说民族之间的冲突。分级联邦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像一些特殊地区，它的那个联邦的性质是邦联的，是邦联，非常松散的，它有这个基本上是绝对的自治权。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现在要追求的自治权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自己的资源，这个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那个民族地区，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土地上的资源被剥夺有很多的担心，包括资源的处置和使用都是由自己自觉的，是完全这样，除了外交和国防，就完全就是这个一种自觉的状态。这种这个宪法呢，是实际上这个构想啊，已经得到了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这次反映在08宪章里就可以证明，而且用的原来的这个词汇都是当时我们做的那个词汇。所以杨建立博士，你认为像您这个中国联邦宪法草案和落实在刘晓波08宪章这个理念当中的联邦共和，未来如果一旦真的落实之后，是可以解决这些民族之间的纷争的，对吗？对，我觉得是，这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好的，我也想听听看大陆听众观众朋友们对这样子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看法。相信湖北的贺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湖北的贺先生，你好。杨博士向你表示致敬哈！刘晓波先生的被捕啊，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啊，它是5000多年啊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一个结晶体。六四的枪声啊，其实已经向全世界庄严的宣告，中共永远站在历史的错误一面，永远拒绝民主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同时呢，也暴露出中共啊是一个靠骗人、抓人、杀人来维持政权的
独裁政府的本质。也反映出当时的人啊对中共抱有太多的幻想。60号啊，看中国今天的社会啊，民主倒退，政治啊，人民对政治极端的冷漠观察日益腐败，道德也是日益沦丧。我们的民族已经逐步沦为精神上的东亚病夫。这些现实啊，除了这个中共打压以外，我看更重要的一点是海内外的民运团体啊缺乏凝聚力，又找不到了有效的推动中国民主的这个手段，并且仍然对中共抱有幻想，这是十分危险和悲哀的。因此，我建议啊，要采取这个唤起民众的手段，要冲破这个网络的这个严密的干扰啊，唤起民众，尤其要唤起这个军人的良知，要让人民了解到中共统治以来历次政治迫害的真相。我觉得啊，人类历史啊。是无数次证明啊，任何专制统治都是会灭亡的。湖北的，但是我们生命。贺先生，谢谢您，不好意思，也请接下来的听众尽量简短发言，因为线上的听众观众很多。不过刚刚贺先生提到这个海外民运的凝聚力跟冲破网络这个部分，稍后我会请杨建立博士来一并的回复这位贺先生啊。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简短发言。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杨建立博士，你们好。请讲。我完全赞成那个杨建立博士的发言。那个刚才你们说到这个就是关于那个刘晓波博士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申请。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因为这个诺贝尔这个和平奖的申请的这个成功与否啊，这是对这个中国这个广大的这个人民的这是一种鼓舞。我希望这个就是能够帮上忙的这个人士，还有这个国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方面这个共同这个要求这个诺贝尔委员会把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刘晓波博士。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下一位是安徽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喂，陈先生请讲。我想请问一下杨博士，这个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又提到这个海外的什么敌对势力，但是提到几十年，这个一开始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啊，后来是美帝国主义，又是这那的，现在还有海外的敌对势力，它指的是谁？是哪们的？是什么人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好，稍后请杨博士回复您。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简短发言。樊总你好。你好，请讲。我谈一下新疆的问题啊，新疆这是打抢杀我。今天我的国媒体就反动，这是滚动式的在播出。我看了以后啊，这个新疆维吾尔人呢，对这些无辜人呢很残忍的，让人看着很难受。我对我来讲，对这些人呢，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手软，因为你杀是一些无辜人。谢谢。好的，谢谢黑龙江张先生。再接一位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首先向杨建